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歌手出场，他呢是来自于草原的雄鹰，一个喜欢骑马、喜欢唱歌的藏族汉子。这位优秀的藏族歌手在藏区享有“山歌王子”的美誉。今天他将全新演绎藏族传奇歌手韩红的一首名作，这首歌是韩红因感动于家乡的风土人情而创作的佳作，需要极高的演绎技巧才能诠释出雪域高原的壮阔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我是扎西尼玛，大家都叫我山歌王子。每次踏上回家的路途，总是让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现在我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小河，小时候我们一起戏水啊、游泳啊这些地方。在我离开村子的时候，10年前，村里面就没有这么多的水利啊、电杆呐、电线呐、柏油路啊这么多的建筑。10年的光景，家乡发展的如此之快。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最思念的就是那片家乡的天空。今天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我心中最爱的故乡。远处传来熟悉的歌谣，那是谁在挥动声音的翅膀？家乡的云儿脱开了笑脸，歌撒花儿如期而开。布达拉的灯火闪亮，我身在井底守望，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飞回我拉萨的天堂。扎西唱得太棒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咱们这个藏区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好像天生的就有一副好嗓子，而且非常的会唱歌。那我想问问你，扎西，你有学过唱歌吗？从来就没有经过音乐理论或者说这个科班的这个学习，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去采风，去民间，因为我们有一副好的嗓子，但是呢没有那个韵味，那种血脉里流传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说，通过采风，你也可以学习到、感受到很多东西。对。那现在呢？如果让你随口就这么唱我们现在这个一个环境，你能唱出来吗？那我把你当成一个牦牛或者羊水，然后就来了，我就唱《爱情鸟》了。哎，怎么对着牦牛唱《爱情鸟》啊？对呀。好吧，那我就是那只牛吧。门儿。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意思吧？很多人唱山歌、唱藏歌都会追求高，但是刚才听完他演唱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受，我觉得真正会唱山歌的人，他不会在乎高，他只会在乎歌的流转、歌的色彩、歌的纯净，因为这些才是山最美的地方。由于对歌曲的不是太熟，紧紧守望，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欠缺。拉萨的天